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6月1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6篇第1节到第2节，12节到19节，创世纪第21章第1节到第7节，希伯来书第3章第1节到第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应许实践。祷告得到上帝的应许，然后应许得到实现。耶稣基督也说，你们无论求什么，就必给你们。耶稣基督也说，敲门就给你们开门。但真的是如此吗？无论求什么，只要敲门，就必得开门。那么为什么亚伯拉罕等上帝的应许等了25年呢？耶稣基督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，他说，我再告诉你们，你们在地上如果有2个人同心合意的祈求，无论求什么，我的天父一定为你们成全。因为凡有2、3个人奉我的名聚集的地方，我就在他们中间。这里提到了2个条件，第一个是同心合意，第二个是奉我的名，耶稣基督的名，上帝就必定同在，就必要回应我们所求的。这个祷告得到回应的条件，让我们得到了一个提醒：求什么并不是重点，合一顺服则是必要的条件。然后再来就是祷告祈求的心态。曾有一位牧者，他教导人祷告祈求，他说，只要你敢求，连钻石上帝都会从天上赐下来。真的吗？我们从几个祷告的记载来思考祷告的教导。第一个，顺服上帝的旨意。从耶稣基督的祷告当中，我们明白祷告是要顺服上帝的旨意，而不是追求我想要。有些牧者会教导祷告可以为我们成就财富，不是像这样成功神学的教导，不是我们要追求的啊。在美国也有一位出名的超大型教会的牧者，也是这样教导。他说，祷告要勇敢的求，你敢求，上帝就敢给。是的，在台湾也有一位牧者就这样子教导了哈，跟随他的基督徒，他就说，只要你敢求，上帝就会从天上降下钻石。这完全是错误的教导。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却是这样说的，圣经记载，他稍往前走，俯伏在地上，祷告说，我的父亲啊，若是可以，求你不要让我喝这苦杯，可是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这是马太福音第26章39节的经文。祷告是必须要合乎上帝的旨意，而不是随心所欲。第二个，上帝的时间。耶稣基督说，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连子也不知道，只有上帝知道。上帝的应许是依据上帝的旨意
也依据上帝的日子以及时辰，不是随着祷告者的心所欲。这个是非常明白的，我们可以从亚伯拉罕的应许蒙实践来谈。上主按照自己的诺言赐福给撒拉，她怀孕，在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，给他生了一个儿子。孩子果然在上帝所定的时候出生。亚伯拉罕给他取名以撒。亚伯拉罕遵照上帝的规定，在以撒出生后第8天，替他施行了割礼。以撒出生时，亚伯拉罕100岁。撒拉说：“上帝使我欢笑，听见这事的人也要跟我一起欢笑。”他又说：“谁会预先对亚伯拉罕说，撒拉要哺养孩子呢？但是他年老的时候，我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。”创世纪21章第1节到第7节。事隔25年，上帝给亚伯拉罕应许实现了。第3个，按照上帝的方法。从亚伯拉罕的应许来看，上帝所要赐下的应许是按照他的方法，不是按照人的方法。亚伯拉罕和撒拉曾经尝试以女婢的身份要来解决上帝的应许。他们也曾经想要从仆人的后代当中为上帝来成全应许，但是上帝并不允许他们这样做，因为那不是上帝的旨意，不是上帝的时间，更不是上帝所要使用的方式。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上帝的应许，是上帝救恩的应许实践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蒙上帝选召的信徒朋友们，你们应该思想耶稣，他是我们信仰宣认的使者和大祭司。他忠心于选召他来工作的上帝，正像摩西忠心为上帝之家工作一样。盖房子的人所得到的荣耀超过了他所盖的房子。同样，耶稣比摩西配得更多的荣耀。每一所房子都是人手所造的，但是上帝创造万物。摩西在上帝之家做忠心的仆人，为上帝在将来所要说的话作证。然后基督以儿子的身份忠心治理上帝的家。如果我们坚持所盼望的信念和勇气，我们就是上帝一家的人了。耶稣基督的地位是超越摩西的。我们都知道，摩西在以色列人的地位是非常高的。他不但是一位领袖，更是一位上帝的仆人。如同耶稣基督的门徒回答耶稣基督的话说，他们回答，有的说是施洗者约翰，有的说是以利亚，有的说是耶利米，或是其他先知中的一位。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16章14节。另外也在约翰福音第1章45节，耶稣基督他呼召腓利和拿但业的时候，腓利告诉拿但业的话，摩西在律法上所写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，我们遇见了，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。
因此，希伯来书就告诉基督徒，耶稣基督不是摩西，也不是先知中的一位，他是上帝救恩应许的实践，是以马内利的上帝。诗篇116篇第1节到第2节，我爱上主，因为他垂听我，他垂听我的祷告，每次我求告他，他都垂听我。12节到19节，上主赐给我一切厚恩，我要怎样报答呢？我要向上主举杯，感谢他的救恩。我要在他的子民的聚会中向他还我所许的愿。在上主的心目中，他的一个日子的子民死去是多么的可痛惜的事情。上主啊，我是你的仆人，我跟我的母亲一样侍奉你。你已经释放了我，上主啊，我要向你献感恩的祭，要求告你的名。我要在你的子民的聚会中向你还我所许的愿。我要在你的殿宇的庭院里，在耶路撒冷信守我的诺言，要赞美上主。